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7月19号，上主说：“我记得。”今天我们读到耶利米书2章1到37节，其中第1、第2节这样说：“上主吩咐我向耶路撒冷的居民这样说：我记得你年轻时对我多么情深，蜜月期间你多么爱我。你和我走过荒野，经过没有耕种的地方。”哇，这好像是情书啊！只是我们好像可以猜得到上主的哀怨啊。上主他心里难过，他所爱的以色列早就已经离他而去，犹大的背道，他们拜别的神，而他们一点都不在乎这一位把他们希望在心上的这一位上主。上主他多么的爱以色列幼年，而且他举了例说，出埃及的时代，从历史的这个进程，那时候以色列年幼，他们在旷野40年，其实也不是很爱神，常常埋怨试探神。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除了亚伦所铸造的金牛犊以外，都没有拜别的偶像，但这也是因为在旷野没有别的神可以拜而已啊。然而神连那小小的爱都记得，并且将其无限量的放大，就是神的爱是放大的。神对我们的太爱，就像父母对我们的爱。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不敢回家呢，但我们的父母却总是对我们呐喊话说：孩子，回家就好，回家就好。我们的上主也对他所爱的以色列子民说：孩子，回转就好，不要离弃。在13节说：因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却为自己凿出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不能存水，但我们却要。我们离弃那个活泉的水啊，却要一个破铜烂铁的池子，会漏水的。求神怜悯，主竟然还爱我们，不放弃我们。主要犹大的罪恶能够醒悟过来，他持续的说：我在古时折断你的恶，解开你的绳索。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在各高冈上、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。哇！用悖逆，用石头，用木头，称这些为父，背对神，而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：起来拯救我们吧，起来拯救我们吧。哎呀，真是可怜呢。所以耶利米持续来宣告上主给他的这一些象征性的要叫醒他们的。在23节还讲到这些独驼的这个骆驼，这些只有单峰的骆驼走路是摇摇摆摆，神用这样来比喻以色列人乱奔跑啊，追求神以外的事情，在道德上行淫乱，背约跟这些偶像来立约，进入那淫乱当中，在那败坏中。即便是这样，爱的神仍然发出呼喊，说你们
要知罪呀。但是这些百姓不但不知罪，还说33-45节说，你还说我无辜，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。看哪，我必审问你，因为你自说我没有犯罪。这是对罪的无知，我们对罪的无知就会陷在那个危险中。我们要醒悟过来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罪要敏感，然后要醒悟过来，回转归向神，停止我们的恶，恳求神来医治我们，医治台湾这块土地，让我们再想起主对我们的爱，想起主对我们的信实，他说到做到。我们只要抓住神的应许，说主啊，我错了，求你赦免我。主要说孩子回来就好，只要不要再犯错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正在迷失走向那虚无的时候吗？愿我们转离我们的恶，回到这位永远爱我们的主的身边。他用他的爱来扶持，来帮助我们，来坚固我们，来接纳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仍然记得我对我的应许，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。不论我在什么的情况下，你都愿意伸手来接纳我，来拯救我，来帮助我，让我在圣灵的光照中不至于跌倒而永不起来。你要拯救我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能够警醒，对罪可以敏感。若是得罪神，我们赶快认罪回转归向神，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赦免，重新再来，因为他是恩慈的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